要提到就是针对这个5律了哈，要提到就是行销很重要，图书馆行销很重要，不是因为我上这门课，而是你这5律每一律你都可以用行销你先不要管说什么叫图书馆行销，你就以行销好了，就你所理解的行销的观念来看这5条定律5条他们的内容，你就可以知道图书馆行销是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根据这5条去思考行销，你就发现了一点，原来图书馆要从这些方面不断的去满足读者，不断的去成长，不断的去成为这个读者最大的需求来源，不管是书还是什么。这边其实book其实也是讲其他种类的资料就像全体馆长要怎么做？你下一个想法就是说很重要，我认为很重要，没错。可是要怎么做？比如说要怎么样让每一本书都能发现它的读者，或每一个读者都能够发现他所需要的书，或者怎么样节省读者时间，或者怎么样让图书馆不断的成长，这些每一项都跟图书馆行销有关。至于要怎么做就是我们未来几周、未来若干上课所要提到的内容。好，这节先到这边为止我们20分钟后。大约11点，11点以前，请先就座，谢谢。